日起，你们到先王的陵墓去守灵，在那里好好报答先王。几日前，许姬把小冉接到了这儿，由这位郑伯照顾。他就是我弟弟吗？对。这陵上还有字。妾去问先王，遇见芈月、芈容否？还真去问先王。母后，你看，这上面有一个否字。好吧，大王，既然先王心疼你，预留2个辅佐之才，那就把芈月、芈容留下吧。月公主，容公子，这是曲姬留给你们的。娘娘。自今日起，你们到先王的陵墓去守灵，在那里好好报答先王。几日前，许姬把小冉接到了这儿，为郑伯照顾。他就是我弟弟吗？对。月公主天资颇高，在那陵园人烟稀少，切不可荒废学业。谢师父教诲之恩。公主保重。你怎么自己出来狩猎了？是不是内府的人克扣你们东西？稻米葛麻倒是还按时送来，就是肉食初一15才有。这是天官种载篇，每10日我给你带1卷，之后我就还给夫子，再给你换下1卷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葵姑，这是给小冉做的衣裳吗？是啊，已经做好了，姑姑明日就给他送过去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，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，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智姑姑，哎，又来采草芽了。是啊。哎，姑姑，前段时间我采了不少金钱草和夏枯草，都晒着呢。嘿，天都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姑姑说了，留我吃晚膳，今日有余。你就那么馋啊？吃鱼。姑姑不爱吃鱼。那以后我捕鱼自己吃。我爱吃鱼。那就赶紧吃吧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你看都成这样了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啊，这是大蝎子草。蝎子？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。父王过世后，魏后罚我和弟弟在这里给父王守灵。来日郑袖有机会，必会投桃报李。不用放在心上。起！大王奠酒。是月妹妹吗？舒姐姐，我正在尽力说服母后，让你和芈容回宫。听说屈原大夫也在想办法。将来芈容总要走到人前去的。若是没有封号封地，她成人以后如何安身立命？祭奠已经开始了，舒儿哪儿去了？再拜。母后，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魏后，多年未见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。若不是这个丫头，你何尝这样不知轻重？母后，我来人，在，把这无礼的奴婢拉下去，打20杖。都是月儿的错，请魏后责罚于我，放过葵姑。她是奴婢，
带你们受杖那是本分。放心吧，这20丈击杖之上，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都怪我不好。你对芈月和她弟弟今后有何打算？今日真是奇怪，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长期流落在外，不受六艺之教，太失体统。大王这是答应了。答应了。大王重情重义，臣妾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听说大王要让芈月、芈蓉他们回宫了，连屈子都在替他们说话，大王自然是顺水推舟了。按说公子华是大王的长子，好学上进，又多有军功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只是他的生母和其魏国背景，恐怕对他有所拖累。华儿才华出众，在诸公子中颇具威望。寡人只想对自己的每个孩儿都能做到公平。都说大王宠幸芈月，所以也难免爱屋及乌啊。继儿率真可爱，冰雪聪明。寡人政务繁忙之余，逗弄小儿郎，削发舒心。臣弟以为，那公子季既然是幼子，不必肩负国家重任，大王格外溺爱些也无妨。想来芈八子便是大王的解语花吧？芈月的确是解语花，但她也不仅仅是解语花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是怕寡人专宠妇人而乱了朝纲吗？臣弟追随大王多年，岂有不知大王为人的？我们都逗他。想不想出来？嘿，把香拿过来，给我看看，快跑！芈月要将大秦带到衰亡之路，我们2代先王恩惠，不能不站出来啊！干相所言极是，那芈月倒行逆施，你我当然要同仇敌忾。去，给干相上茶。是。请。会后或许不知，与我前后脚来到雍城的还有一人。谁？公子华的生母魏夫人。他怎么来了？谁让他来的？公子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母亲受苦了。花儿，快起来！花儿，母亲，母亲逃出咸阳，平安到达雍城，真是孩儿的幸运。华儿这话错了，母亲是被王军的人马护送到雍城的。芈月？是啊，他送我来，希望我能说动你罢兵，归顺朝廷。你答应他了？我当然答应他了。母亲喝口水。花儿，母亲一心只想也是你的娘亲母后啊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职在其中。您跟我说过，母后的一生不易，你若是为她着想，就暂且忍一忍，切莫伤了母子之情啊。可这问题是大秦江山的设计，我不出面，照样会有人出面，我一个人挡不住众口铄金，朝堂废议。
那就让别人出面。如何让别人出面？大王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下有文武百官，他们得知此事，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为您分忧的。大王，您还是装聋作哑的好。怀孕？千真万确。听说2月前太医令李密就诊断出来了，只是一直瞒着宫内外朝臣。这个该死的义渠君，这是把太后置在火炉上了。左相打算如何？大王知道吗？大王年纪还轻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即刻进宫备撵。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然帝不知道。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？姐姐，你是太后，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想保住这个孩子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他们虽拦不住我，但他们会在朝堂内外鼓噪，搅乱人心，说我为嬴氏家族抹黑。卧冠。大婚礼仪，共劳儿时。来信了，张子从楚国带来的。信上都说什么了？蓉儿说他很想念我们，日日刻苦读书，希望有一日能早早与我们团聚。1年不见了，蓉儿懂事多了。姐姐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看你这一身弄的。我刚才在花园里与公子撞比剑，我是木头剑，他是真剑，他占了我很大便宜。那公子壮是魏少使的独子，年纪比你还要小一些，你让让他就是了。快进屋，把衣服换了。我们离秦国越来越远了吧？可不是，再过半日啊，就到了齐国的地界了。公子还想回到秦国？我不知道。就是觉得我在那里还有未了之事。没关系，我们还会回到秦国的。就张子使计离间了齐楚之盟，楚王发现自己上当，恼羞成怒，已发兵10万，直奔
官。众爱卿，对此事有何意见？回大王，楚王大发雷霆，莽撞出兵，又无其他诸国相助，虽无交手，败绩已露。我等谋定而后动，以逸待劳，后之发，先之至，定能一举成功。大王，司马错愿领兵出征。大王，臣甘茂愿率兵伐楚。王兄认为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，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。大王恕罪，此事还是由舒儿自己做主吧。你说什么？求大王体恤兄妹亲情，成全舒儿与秦王的姻缘。楚王，这第3杯酒，就祝本王与舒公主百年好合，子嗣绵延，如何？母后息怒，舒妹妹也算是个性情中人，竟然不顾母后的颜面，只身闯入大殿，当众承认与秦王的私情，让大王好生难堪。哎呀，如今大王对这桩婚事也无可奈何，母后还是顺水推舟算了。啊，臣妾就是想给母后通个气，免得一个人蒙在鼓里黑不隆咚的。既然婚事已定，母后的心也该落下了。臣妾可真是为舒妹妹感到高兴啊。好了，臣妾告辞了。恭喜母后。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南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魏后若是真生气，就招了他的道了。但舒儿怎会自降身份，自甘堕落？